各位朋友，嗱早前咧，我同各位講過啦，如果今日有咩嘅特別嘢咧，我會同大家再講翻嘅咁。嗱，咁喺第11場咧，我就覺得嗰隻馬咧係有對手嘅，咁所以咧我就唔買第11場，我為咗穩陣起見咧，第11場咧我就取消咗，唔再投注啦，我自己都唔再投注。咁第2場嗰隻咧，我覺得係誒熱冇所謂，當嚟揾嚟做過路寶咯嚇，做過路寶咯。咁我揀過兩隻俾大家，咁嗱我揀嘅咧就係一個同莫雷拉就無關㗎啦。嗱咁我就揀咗第三場嘅6號智醒大將，第3場6號智醒大將，同埋第10場2號嘅醒目高球嚇。第3場嘅智醒大將6號智醒大將就同第10場2號醒目高球俾大家投注，咁睇下能唔能夠帶嚟俾大家好運啦。好多謝各位。